什么是教养？教养是一种内在的品质，是一个人品行、素养和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。它既包含外在的礼仪规范，也涵盖了内心对他人和环境的尊重与体谅。教养的核心在于懂得换位思考，注重细节，并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对自己与他人的高标准要求。以下将通过20个生活中的具体场景来深入探讨什么是教养。1. 别人给的东西要双手接过。双手接过他人递来的物品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更是一种对他人付出的感激和尊重。这样的举动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谦逊和诚意，尤其在长辈或正式场合，双手接物更是一种必须遵守的礼仪。2. 吃饭时不翻菜，筷子碰过的食物要夹走。中国文化中讲究餐桌文明，而吃饭时不翻菜、不挑剔是基本的规范之一。在公共场合用餐时，翻动菜品既显得不尊重他人，也会让人觉得你缺乏餐桌礼仪。若筷子碰过某道菜，应该立即夹走，这样既体现了对食物的尊重，也考虑到了卫生问题，让同桌用餐的人感到安心。3. 在外吃饭时不站起来夹远处的菜。公共场合用餐，注重举止得体尤为重要。若因取菜而频繁站立，不仅可能妨碍他人用餐，也会让人觉得你的行为不够大方。此时可以礼貌地请求他人帮忙传递，而非自己过度行动。4.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，这是文明。公共场合是共享空间，大声喧哗不仅干扰他人，也显得自己不够自律。文明社会提倡每个人都能为公共秩序和他人舒适着想，低声交谈，适度调整自己的声音，是一种高素质的表现。5. 不用手指指向他人，这是礼貌。用手指直接指向他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，容易让对方感到不被尊重。特别是在一些正式场合或对长辈时，这样的动作应该严格避免。用眼神或手势轻轻指示代替，既能传达意图，也能显得更加得体。6. 在胖人面前不谈身材。每个人对自己的身材都可能有敏感之处，在与身材较胖的人交谈时，避免提及体型相关的话题，是对对方感受的尊重。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注，反映了一个人的情商和教养。7. 在单亲家庭的人面前不谈家庭。家庭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，而对单亲家庭的人来说，家庭话题可能触及敏感的情感。谈话时多加注意，选择中性或无关痛痒的话题，能让对方感到放松和被尊重。8. 在身高矮的人面前不谈身高。每个人的外貌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身高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他们的敏感点。在与身高较矮的人交谈时，避免强调这方面，反映了你的细腻与体贴。9. 在皮肤黝黑的人面前不谈肤色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多元化已成为社会共识。无论是在社交场合还是在日常对话中，避免对肤色做出任何评价，不仅能促进友善的交流氛围，也能展现你对不同文化和个体的尊重。10. 别人输入密码时，自觉扭过头去。隐私保护是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在看到他人操作私人信息时，主动转移视线，是对他人隐私的尊重，也能让对方感到安全和舒适。11. 未经他人同意不动他人物品，这是自觉。在社交场合或家庭中，尊重他人财产是基本的道德底线。即便是很熟悉的朋友或家人，也要事先征求同意后再使用其物品。这种对界限的尊重，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矛盾。12. 受到帮助时要说谢谢。谢谢是一个简单却极具力量的词语，它传递着感恩和尊重。当别人付出时间或精力帮助我们时，及时表达感谢，能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让人感受到你的真诚和善意。13. 见到熟人主动打招呼。主动与熟人打招呼是一种积极的社交态度，它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友好与重视。同时，这样的行为也能让你在人群中展现出积极、自信的形象。14. 礼貌用语，不说脏话，这是素质。文明用语是社会沟通的基础。不说脏话，不使用过于直白或冒犯的言辞，是对自我修养的要求，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表现。良好的语言习惯能让交流更加愉快，让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。
15. 看破不说破，给他人留面子。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发现别人的失误或不足，此时适当的保持沉默或用委婉的方式处理，不仅能避免尴尬，也能给对方留下面子，这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情商表现。16. 在长辈面前不乱开玩笑。与长辈相处时，适当的尊重和敬意是必要的。过于随意或开不恰当的玩笑，可能会让长辈感到不舒服或被冒犯。懂得控制玩笑的尺度是成熟和教养的体现。17. 别人发信息时不要偷看。偷看他人的信息不仅是不礼貌的行为，也可能破坏彼此间的信任。尊重他人的隐私，专注于自己的事情，是一个人良好素质的重要标志。18. 公共场合吃饭不吧唧嘴，这是素养。进餐时注意细节，如避免吧唧嘴、不发出过大的进食声音等，是对周围人一种尊重的表现。良好的餐桌习惯不仅让自己显得有教养，也为他人营造了更好的用餐环境。19. 借的东西要及时归还，有借有还再借不难。诚信是人际交往的基石，借用物品后及时归还，能让人感受到你的可靠和守信。同时，这样的行为也能为未来的借用建立良好的基础。20. 打电话时让别人先挂。让对方先挂电话是一种礼貌而细致的行为，显示了你对对方的耐心和重视。这样的细节往往能在不经意间让人感受到你的温暖和体贴。教养的核心是尊重与自律。教养不是刻意的表现，而是一种自然流露的品质。它体现在言行举止中，也藏在无声的细节里。教养并非天生，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自我修养逐渐养成的。拥有教养的人，不仅自己过得从容自在，也能让身边的人感到舒适和愉快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若每个人都能以教养为指引，不仅能提升自我形象，也能为社会注入更多的温暖与善意。教养如同阳光，虽然看不见，却能感受到，它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